不计时哦。我开场哦，我开场先卖计时，因为我爱研究。这个咱大知影讲111年吼，咱国中咧开始实施这个分科语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我有甲做做教主任讲吼，你考老师若有意愿吼。来国中的嘛，因为我无讲国小歌手太济，免用甲我吼。啊，若你国中吼，恁老师愿意学台语甲安怎考认证，我会当去上课，唔免编译成，拢唔免是，吼。你也有发文互我请公假，我去恁校上课，吼。啊，若我爱扩大用了吼，我家己用U加暑假拢袂要紧。啊，但是吼，我知影结果，讲要超前部署吼，无啥物啦。我家己做伙教育，我知影迄心态啦吼。迄讲2档后哦，2档后我搁做教育才衰吼。所以，但是吼有老师，阮学校参主管国中的老师，伊看到这个消息，我讲你3个5个拢不要紧，吼，因家己甲教育处讲。我要上这个课，我可以学校配上，吼大家若有愿意的吼，我嘛做录音愿意的分享啦。今仔这个课吼，这其实是45分钟的课吼，我是8分钟吼，大家上了吼，你讲。我若无要课，我学这要创啥？我讲算笑讲，无人工人用这骂你吼，你看无吼，佮人说多些吼。其实是讲我感觉吼，这是真趣味啦吼。来看因为咱毋知讲以前咱讲的台语有遮侪规则伫遐吼，咱先看嘛。因为吼，即个物件你无可能今仔甲记起来。我讲，这台语够难的，我讲。请问你学几档的注音？上无3档无吼？那个中班、大班1年级嘛吼。你父母家己用注音看偌侪本册，你学了1后到9，你拍字、查字典，你用几档的注音，你台语咧？安尼你甲我讲出来，吼，你若用咱学注音1/10的。时间甲心力吼，你一定会当学足好。迄地理注意较难。我先介绍吼，咱讲的台语吼，其实有两种啦。伊本身是一个文字哦，伊会当做文字，伊毋是像音标吼。咱以早有迄个用台语出的报纸，搁有甚至迄个医学院写的册。医学的书拢有吼，所以伊本身是一个问题。咱这教育部吼，这叫台语，是咱教育部的迄个公办。所以咱这考认证拢这，但是另外有一个教罗，咱讲白话字，讲教会罗马字，简称教罗。伊的差异足少的，所以你若会晓一种吼，另外一种会足紧的吼，足紧学出来。罗马字。你拄仔学罗马字，你会感觉足难。但是你学了，你会感觉讲我无爱写中文字，因为你学较精吼，你中文字敢有讲一字写出来，你就会晓念的。敢有家己拢安尼，一定无嘛吼。我有诶字差10遍，我差字典差10遍，第11遍我无哪袂晓念，佫袂记起来。但是罗马字就是安尼，你看到你就会晓念。你会晓念，你就写会出来，吼。好咱甲注音相共吼，拢是为声母甲韵母，吼去合起来的。所以咱的声母吼，这甲注音相共的，我写入笔款，吼ph，吼，所以这八，吼对，ph 就是 p， 吼，伊是有出气的，吼出气的，吼，所以这个 p。来 M 开头的吼，就是 m 嘛，这拢咱注音有诶。另外这个 V 开头的吼，
因为伊算浊音，咱注音无这字，吼，伊是马、坡，伊是无，所以其实咱英语的迄个波吼较接近咱即个 B， 所以吼你若来个伊 book， 伊毋是 book， 吼，伊毋是波，伊其实是较接近即个波的音吼，所以伊这无吼。来这齿音 ，T 就是 T 的啦，所以这 T-O 的，啊来 TH 就是加一个 H 就是开有出去，吼，就是 T， 啊 N 就是呢 ，L 就是呢，这拢注音有诶，吼，所以我较紧就跳过。啊来 K 是歌，啊小人加一个 H 就是有气出去。好，就是科。啊，来这两个吼，这两个就是咱注音无的。G 就是个，哦，所以个，哦，这啊加一个 N 就是有鼻音。这 NG 是一字哦，是个音标哦，所以两个字母吼，但是一个音标，哦，所以我姓毛，吼，咱迄个硬用鼻硬，你若夹就是这个哦夹起来，啊若硬就是加一个 N， 吼，啊 H 好，吼 H 好这个有啊。PS 这嘛学做节，吼，这是吃，啊加一个 H 就是吃，吼，所以你会看后壁 H 拢是气有出来的，吼，啊 S 就是吃。啊，这个 J 吼 ，J 咱注音有日，但是咱日爱卷舌，伊是无卷舌的日，吼，无卷舌的日，台语无卷舌音，所以 G 的开头，吼 ，ZI。甲我讲的是声母、声母，吼，啊咱的音标可以没有声母，有零声母的。啊，但是韵母一定要有，韵母一定要有，啊，韵母最多3个，啊，可以1个就好。那这韵母这个日文写法R E U A， 啊，这2个 O 呢就是 O， 一个 O 呢就是一个 O 就是所以这 O 就是迄个 O 啦，咱黑色咱是写这个字叫 O， 啊，这鹅，好，这是文母，啊，甲多个文母吼合起来，就变做这哪应该拢读得出来吼，试看卖，这爱，啊这熬，啊这压，啊这摇，哇，这点啊，这啥物字？龟啦吼，龟是安怎？龟甲拄有啥物无共？甲插有啥物无共？龟甲是搁插落搁转吼，搁转落吼。所以心肝像尖龟吼，你若用拄用插吼，迄种无传神，无够痛苦吼，爱用龟较艰苦。啊，这回吼回，啊这3个合做伙，吼腰歪，吼歪，啊这笔画韵母吼，2个 N， 好2个 N， 这个是它不是单独存在，它一定合并在前面 I U A 哦，所以我不知道哈，我们国音吼没有这个，但是我们华语有字，好，它跟他们的他跟塌下来的塌念起来有没有一样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他们注音是不是一样？都是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它注音一样啊？为什么它念起来不一样？因为我们国音标不出这个笔画原因。它有鼻音，对不对？它没有，好，它没有，好啊，所以来搭咪。啊来，搭
哦单，啊这个是单，连单，哦连单，单天单，哦单，担心，嘴合起来，担心，国音没有嘴闭嘴的，所以你要注意，哦你唔通讲。要讲金变做要讲金，安尼就差不多啊。我这句声哦，其实是上精彩的吼。这个你尾啊，迄声吼，H 就是你收音，入声就是很短促，声音截断。4跟8是高低，按它的特征就尾巴加了这个。接辣，最后喝的音出来，怕辣怕是打猎跟打蜡都是这个辣。啊，接小港哦 L A 哦，接烂，你去收尾的时候，你是烂完是准备发 T 的音，等到那个特没有发出来，接烂，啊，接是烂就是烂。你有没有烂完是准备发可的音，可那可的音没有发出来。最后一个拉对，因为 P 是闭唇，所以当你准备要发 P 的音的时候，你的唇一定要闭起来，所以你是闭唇把这个声音收起来，就是变拉。好，啊这个是我用尾啊这啦吼，这音标主要比如讲，第一声三，啊，等一下，对就是整个下来，啊，口就是一半下来，口，啊，花是入声，花第4声你入声，啊，朗第5是扬上去，啊，这个6已经没了，只是拿来凑数，好，你红北比一下，啊，来 P 就是7，在中间平声，第次入声，所以它是高上去的。好，所以3内口跨人 A P D， 6用这记1到8的顺序。好，啊，但 A 你要知影 A 不是 A 是，互你方便记的。好，上尾啊另外，我感觉上趣味的这个变调。华语有变调，变调就是什么？你2个3声的合在一起，你第一个要念2声，对不对？总统嘛，哈，总统，你不会念总统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总统府，3个都3声的，你的前面就要变2声嘛。华语只有这样，可是台语每一个都要变，它只要不在句尾的都要变调，所以它变调有这个规则哦，就是这些声是这样变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就好，我讲好佳在我会晓讲，啊无我若袂晓讲，我来读这个规则，我去路表哦，拍一下，牛第5声对不对？牛吧安怎讲？牛吧你读牛吧的时阵，甲牛敢有相共？变第7声了，对不对？牛变第7声了，对吧？你本来牛，你袂读牛吧嘛，吼，你一定读牛吧。啊，你若后壁再加一个汤变牛吧汤的时候，你的吧佫变调啊。吧本来是3声，对不对？它变成2声，所以咱讲牛吧汤，牛吧汤那个吧是已经从3声变2声，它本来是吧，是中间下来那个吧。它现在变成牛吧汤，那个吧就要从上面掉下来了，也就是说它从你若讲牛吧汤面，汤就变调啊。本来牛吧汤，你想要变成牛吧汤面，你的汤是不是从1变成7了？好，你的汤又从1变成7了哦。所以原则上只有句尾是原调。我为什么说原则上？因为有例外。风筝怎么讲？风筝怎么讲？风吹对吧？你如果说风在吹怎么讲？
有一条歌叫风吹风吹有无？你想要分得出对一个是风吹，对一个是风吹，因为因为风吹的风有变调，风吹的风有变调，想到风吹无变调，因为你若头前是一个名词，后边是在形容它的形容词或者动词，它又没变调了。譬如说，风吹是风在吹的时候，那个风就是原来的本调。比如说头痛，头痛，你的头也是原调。心痛，地当，地当，这个第一个又都没有变调，好，它又有这个例外的规则，好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好意思超过时间，希望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，好，谢谢大家。